大家好，我係散菜。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單古古怪怪嘅案件。故事嘅開始呢，係喺美國嘅佛羅里達州一個叫做 Big Cypress National Preserve 大柏樹國家保護區嘅國家公園裏面。入面呢，其實基本係一個沼澤同埋亞熱帶森林嘅地方啦。喺2018年嘅7月23號，有兩個走去行山嘅人呢，就見到有一個黃色嘅帳篷，但係入面呢就傳出好大陣嘅臭味，所以佢哋呢就走去打開咗呢一個帳篷啦。然之後佢喺裏面見到一個好瘦嘅男，就咁就喺個帳幕入面啦。喺條男隔離呢，佢身邊除咗有一啲好簡單嘅物資啦，仲有幾千蚊美金喺度噶，仲有一堆呢寫滿咗電腦曲嘅筆記。除此之外呢，就乜都冇啦，佢冇 ID 啦，冇電話噶，乜都冇噶。最奇怪係呢，喺佢之前呢，呢個人呢，佢喺呢個 Appalachian Trail 啊，嗰條登山徑啦，你當行咗成年噶，見過路上好多人，好多人都對佢係好有印象。大家普遍都係話，哇，佢個人好 nice 噶，佢好 friendly 噶。但係呢，因為佢從來都冇講過自己叫咩名啊，所以呢，好多人都叫佢 mostly harmless 啊，即係你當即係話佢大部分時間都係好無害嘅一個人啦。咁到底點解佢會就咁咗喺個帳幕入面呢？而同一時間見過佢嘅人當中呢，有一個好大嘅疑問，點解一個咁 nice 咁 friendly 嘅人，佢會選擇咗就咁喺個荒野入面慢慢餓唔求救，而且由始至終都唔透露自己係邊一個先。事情要跳翻去1年前多啲嘅時間，喺2017年嘅4月開始啊，有一個大約好似40歲左右嘅男子啦，即係啱啱講緊個叫 mostly harmless 嘅男人，佢呢就由 New York 嘅 Appalachian Trail 開始行啦。喺路上面呢，佢遇到好多唔同嘅山友。當時呢，佢話俾人知佢想由 New York 咧行去 Florida。去到2018年嘅時候，佢仲行緊㗎，佢依然都有同好多唔同嘅人傾偈，但係佢從來咧就唔提自己個名啦。其他人咧就用佢嘅特徵嚟叫佢。最初啲人叫佢做 Daniel， 因為佢好怪異㗎，佢着牛仔褲行山咯。咁有行開山嘅知唔會着牛仔褲㗎嘛？但係後來咧就好多人都因為佢風趣啦、好文青啦，所以就改咗佢個名叫 Mostly Harmless。佢會同其他人咧分享食物啊、吹水啊，甚至乎佢會幫人解決電腦程式問題。但係偏偏佢就係從來都唔講自己嘅過去，就好似開場咁講。2018年嘅7月23號呢，兩個行山客呢就喺佛羅里達州嘅 Big Cypress National Preserve 發現咗佢呢個帳篷啦。比起佢最初嘅起步點呢，原來佢足足行咗1500英里，即係講緊2400公里啊。根據警方嘅調查呢，佢嘅死因係營養不良餓死㗎。由於佢嘅 DNA 啊、指紋啊，甚至乎失蹤人口報告呢，都冇佢嘅資料啊，所以警察呢完全查唔到佢嘅身份咯。就係因為警方喺佢身上揾唔到任何 ID 啦，咁警方都好積極嘅。佢哋喺2018年嘅7月底呢，就喺 Facebook 呢就出咗一張模擬嘅畫像啦，希望有人可以知道呢個男士到底係邊一個。但係呢張圖一出呢，成個行山界呢就炸開啦，因為呢，首先有一個叫 Kelly Fairbanks 嘅呢，一眼就認出佢，佢咪話：咦，呢個咪係路上面同我傾過好多偈嗰個男人 Mostly Harmless 啊嘛。咁陸陸續續因為咁呢，就好多熱心嘅行山友呢，就開始揾翻自己手提電話啦，揾翻2017年同2018年行山期間影嘅相。令人好驚訝嘅係呢，雖然冇人知佢叫咩名，但係大話佢同幾十個人有影過合照㗎，好多人揾到佢嘅相㗎。另一方面呢，喺發現佢嘅現場咪話有一堆 notebook 嘅，裡面呢其實寫滿晒一啲好似電腦曲嘅嘢啊，咁所以好多人呢都估佢呢應該係 programmer 咯。件事其實就冇乜推進嘅，所以去到2019年2月嘅時候，警方就為咗呢單案呢專登整咗3集嘅 podcast 啊。佢呢單嘢真係好絕㗎，因為佢將一個原本只係地區性嘅無名
體發現案咧就推咗上去美國嘅 True Crime 嘅圈子啊，所以咧由嗰刻開始咧 Reddit 咧同埋 Facebook 咧陸陸續續就出現咗專門嘅群組，例如譬如個名叫做 Identify Mostly Harmless， 網民咧就開始逐張相揾啦，放大佢啲裝備啦，研究佢嘅牙齒特徵啦，甚至乎咧有人會去研究佢嗰個帳幕嘅型號啊，喺邊年出品啊，即係希望咁樣可以幫手揾到 Mostly Harmless 嘅身份出嚟。去到2019年嘅年中啦，有網民將嗰啲筆記簿嘅相咧擺埋上 Reddit 同埋 Facebook 啊，所以咧開始咧有啲人就出嚟講啦，呢啲 JavaScript 嚟嘅。去到2020年啦，有人咧喺 Reddit 已經話：喂，呢堆嘢唔係寫緊咩商業軟件，佢係一隻叫做 Scripts 嘅遊戲咯。當時其實呢個講法出咗之後呢，單嘢變得古古怪怪啦。呢條友電話又冇 ID 又冇，但係隨身攜帶嘅 notebook 裏面呢，居然係寫咗咁多曲喺裏面，所以好多人呢就會將呢件事睇得好奇怪，因為佢哋會覺得佢係咪將自己嘅身份啊，甚至乎佢咁樣登出人生嘅原因，用一種只有 programmer 先睇得明嘅代碼加密咗呢？咁。去到2020年嘅年中 Wired 呢本雜誌嘅老總 Nicholas Thompson 咧就留意到呢單案，佢覺得淨係講緊喂科技人喺荒野餓嘅依個角度都已經爆啦，所以佢就寫咗一篇深度嘅報導，將呢單案呢就帶入咗去主流，令到更加多人知。而且佢咧都唔係話淨係寫篇嘢就算㗎，佢仲去咗 Scripps 嘅官方 forum 嗰度咧出咗個貼，裡面就寫住 A strange request for help。佢想透過官方或者一啲真係勁人大神嗰批咧，去幫手睇下呢啲數據，甚至乎睇下會唔會有人揾得到咧寫呢堆曲嘅 programmer 究竟係邊個。同一時間2020年嘅7月，啲網民咧見警方其實都真係好落力，但係搞唔掂啊，所以咧佢哋就喺網上面咧出 crowdfunding，一個禮拜咧就籌咗5000蚊美金啦。咁佢哋籌錢做咩咧？佢哋個錢咧就係去揾一個私人基因溯源公司 Orphan 去出手。佢哋想用 Mostly Harmless 嘅 DNA 咧，再用一個叫做 Investigative Genetic Genealogy， 即係用佢嘅基因去追蹤翻究竟，譬如佢嘅祖先或者佢嘅 family tree 喺邊一度，去揾佢嘅身份出嚟。咁 DNA 嗰度做嘢都要時間㗎。咁同一時間2020年嘅11月啊，當資料搜集做到差唔多嘅時候呢，頭先講緊 Wired 嗰個老總咧，Nicholas Thompson 咧就正式喺 Wired 發表咗一篇咧好紅嘅長文，就叫做 A Nameless Hiker and the Case the Internet Can't Crack。佢係咯，一個無名嘅登山者同埋一單 Internet 都破解唔到嘅案件咯。佢將網民散收收嘅發現，即係例如頭先講緊咩 JavaScript 啊、Scripts 啊，或者行山嘅相，佢用專業嘅新聞角度咧就串連翻一齊。呢單嘢咧後來去到咧連啲主流啲嘅雜誌 People 嗰啲咧都報導過㗎。佢哋咧將 Mostly Harmless 咧描繪為一個現代嘅魯賓遜咯。就咁成單嘢咧就喺美國嗰度咧講到變咗一個好熱門嘅謎團啦。頭先講緊就係 Nicholas 出嗰篇文章咧，將成單案就推到去全球，好多人都知道呢單案就係關於一個喺山野裏面嘅 programmer 事件。至於頭先講緊嘅基因公司 Orphan 咧，佢哋當攞到Mostly Harmless 嘅 DNA 之後啦，佢哋就同公眾上載嘅 DNA 咧去比對翻啦。最主要咧，佢哋係想揾翻一啲遠親，然後再由一啲專業嘅基因學家逐格咁樣畫翻佢個 family tree 出嚟咯。因為其實佢哋呢個做法咧係會鎖定得到究竟佢係嚟自於邊一個地區嘅血統，而近年其實都好多時候會用到呢一類型嘅技術咧，就算係鎖定唔到嗰個犯案者佢嘅真正身份，佢一路 K 得到佢 family tree 咧，有啲時候就好容易可以追蹤翻上去。咁同樣地啦，喺呢一單案件裏面咧，佢哋發現咗 Mostly Harmless 咧，佢係有好深嘅 Louisiana 嗰邊嘅血統啊。最後咧，佢哋甚至乎係鎖定到，佢應該係 Rodriguez 呢一個姓氏嘅人咯。
當 DNA 公司 Orbram 咧鎖定咗嗰個地區同埋姓氏之後呢，啲網民呢就開始喺嗰個地區嘅 Facebook page 瘋狂留言，即係幫手，喂，有冇人知道 Mostly Harmless 係邊一個呢？終於呢個我以前嘅電腦公司同事見到呢張相，心諗，咦？呢個咪以前坐喺我隔離嗰個好難相處嘅 programmer， 而跟住呢個我男嘅前女友亦都出嚟現身說法，佢話呢個人呢，如果腹部有一個好長嘅手術疤痕呢，呢個應該係我舊男朋友 Vance Rodriguez。咁 Mostly Harmless 嘅真正身份揾到啦，係唔係一個令人好滿足又愉快嘅事呢？Mostly Harmless 嘅真名咧，真係叫做 Vance Rodriguez 嘅。喺2017年嘅時候咧，佢41歲，佢唔係乜嘢神秘嘅特務，亦唔係乜嘢世外高人，佢的確咧係嚟自於 Louisiana 嘅。當大家諗住幫咗一個好人揾翻佢家人嘅時候咧，事實上係 Vance 咧係一個性格好極端啦，同屋企疏於來往嘅人。佢同屋企人嘅關係唔係惡劣啊，係冇啊。根據報道，Vance 咧係一個極度孤僻嘅人，佢屋企人咧喺佢失蹤嘅期間咧，其實都冇乜真正點樣揾過佢，因為 Vance 咧以前都試過粒聲唔出就咁就消失一段時間，所以喺佢屋企人眼中咧，Vance 咧只係一個性格古怪啦，中意自己一個啦，唔想人理佢嘅人咯。另一方面 Vance 咧本身係一個非常有才華嘅 senior programmer 啦，你睇佢連筆記都全部要寫曲嘅，所以你可以諗到咧，其實佢社交能力係零咯。喺2017年嗰陣呢，佢係喺紐約嘅一間電腦公司翻工嘅。有一日呢，佢就好似平時咁樣收工啦，然後佢就冇再翻過公司啦。佢冇辭職，佢冇執嘢，佢連份糧都唔要，而且佢唔單止係冇辭職啊，佢呢同一時間係將佢自己所有 social network 上面嘅 account 呢全部 delete 晒，佢熄咗電話。簡單啲咁講呢，佢就好似喺佢嘅生活當中落 out 咗。關於以上嘅內容，你可能會話佢頂多都係怪啫，但係根據佢嘅前女友同埋朋友所講啊，Vance 咧喺關係入面咧係一個極度陰晴不定啦，佢會玩冷暴力，即係唔出聲，然之後但係好似得罪咗佢嗰種狀態嘅人啦。佢可以幾日完全冷待你，唔同你講嘢噶。佢曾經咧試過喺自己發脾氣嘅時候用拳頭揼牆啦，甚至有一次咧佢係對佢嘅前女友有喐過手，搞到要報警噶。佢成日都用搞掂自己咧嚟情緒勒索佢身邊嘅人嘅。佢個肚上面咪有一條好長嘅疤痕嘅，其實咧係佢以前自留低嘅痕跡嚟嘅。咁好直接咁講 ，Vance 咧應該係一個好唔穩定嘅人，甚至乎有暴力傾向嘅人咯。由大家好熱心、好眾志成城咁樣去幫呢個我男揾翻佢嘅屋企人，去到終於揾到啦。而後來又發現 Vance 咧係一個有暴力傾向嘅人嗰陣，可能好多人都會因為呢種真實啦而覺得失落。同時，當你了解到佢嗰種消失，你可能都會覺得 Vance 嘅 lock out 咧係佢一種自我放棄嘅行動咯。不過你覺得係真係大家喺同佢接觸當中覺得佢係一個 mostly harmless 嘅人，同其他人口中講翻真實嘅佢係一個咁樣嘅人，呢一種不相符係令人最失落嘅地方咩？我反而覺得其實喺嗰1年多嘅日子裏面呢， Vance 同咗咁多人影相，亦都俾人留下咗 mostly harmless 呢一個印象俾咁多人，或者佢並唔係咁冇得救嘅，反而可能只要佢換一個環境，換一種生活，佢就可以擁有另一種人生。但係可悲嘅係當時佢手上冇嗰一面鏡，令到佢可以睇到自己嘅另一面，另一種可能性。所以最後佢踏入咗可惜嘅最後一步。喺呢個 case 裏面呢，佢個做法係好極端，但係如果有一日你對面前嘅生活覺得好無力，你對面前嘅生活你覺得好絕望，有機會嘅話俾自己去行一啲你冇諗過嘅路啦。雖然未必要行到2400公里，但係路係人行出嚟嘅。唔知你哋對依單案又有啲乜嘢睇法呢？希望你哋中意我今日話俾你聽嘅呢一個案件，呢一個故事，有啲乜嘢想同我分享嘅，歡迎留言講低啦。多謝你哋聽到最後，我哋下次再講過。我係散菜，拜拜。